呢間房呢，係我哋協會安排用嚟處理一啲大型嘅緊急嘅動物救援事故嘅時候，會動用佢啦，用嚟保存一啲需要我哋譬如係替警方保存嘅動物證物嘅房間嚟嘅。咁喺今次呢個雲福苑嘅火災呢，我哋而家暫時就仲有2隻成功由警方救出嚟嘅龜。咁佢哋其實已經係有主人去認領翻㗎啦，但係因為主人佢哋暫時咧都未去安排好，去將佢哋接翻屋企，咁所以我哋會將佢哋好好咁樣存放喺度，同埋照顧佢哋。香港大埔鴻福苑火災事故牽動着所有人的心。災情發生後，香港社會各界紛紛伸出援手，不僅全力救助災民，更不忘被困災場的小動物。近日，中新社記者前往一家參與行動的動保組織基地探訪，了解受災動物的救助情況。其實喺火災發生之後啦，我哋係自發性咁樣即時派我哋嘅同事趕到現場嘅。咁我哋去到現場見到原來已經有好多其他嘅義工組織啊，同埋個人嘅義工喺嗰度支援緊消防員救出嚟嘅動物㗎啦。咁當時我哋就即刻同佢哋一齊合作，去將消防員手上面帶出嚟嘅動物，去交俾現場嘅一啲獸醫去治療啦，跟住同埋去安排翻現場一啲主人係嚟到立即去認領咁樣嘅相關嘅工作嘅。除咗呢啲工作之外呢，我哋亦都係一直喺度收集所有主人登記嘅動物嘅資料啦。最尾我哋都係組成咗一個詳盡嘅表，交咗俾警方，等佢哋最尾可以做咗一個淨係針對救援動物嘅一個搜查嘅。在火災範圍較大，共有7棟樓宇，約過1000戶單位受到波及的情況下，如何盡可能多找到生還動物？秦美儀向記者透露，該組織平時會和消防、警方等有恆常的聯絡機制，這次更有多重現場發揮的做法。其實消防員要救唔同嘅人同埋動物落嚟，同埋要經過呢啲咁危險嘅大廈裏面唔同嘅樓層，其實佢哋要面對緊嘅難度係好高。就算我哋手上面有好多主人登記咗嘅資料，其實呢，佢哋都未必有咁樣嘅資源去即刻針對呢一啲資料去做一個搜查嘅。最尾呢，同佢哋都商討到一個可行嘅方法，就係喺冇受阻嘅樓層裏面，全部都擺咗貓糧、狗糧同埋食水，係新鮮嘅。如果有動物，佢哋都可以食到新鮮嘅糧水咁樣啦。咁所以每3日咧就會全部更換一次噶啦。當佢哋來來回回可能救動物落嚟交俾我哋嘅時候，我哋就會整合翻呢一棟樓宇嘅相關嘅動物資料，佢就可以根據我哋嘅資料去翻嗰個單位度睇下會唔會揾到你單位裡面嗰個相關嘅動物。讓秦美儀和同事們欣喜的是，一隻名為小黑仔的貓咪得以生還。它早在8年前就從秦美儀所在機構被領養。此次火災中，小黑仔則是被香港警方災難遇害者辨認組救下。它的大難不死以及其他被拯救的動物，讓現場救援人員為生命的頑強而倍感振奮。呢次事件其實係好直接俾大眾知道，小動物對於我哋嚟講已經係等同屋企人。當警方 DVIU 嘅人員呢，佢哋攞到其實小黑仔係好開始嘅時候已經救落嚟一隻仲生存嘅貓，我哋已經係覺得係好振奮啦。同埋你會見到，就算係 DVIU 人員，佢哋都係好開心。咁我就同佢哋講：喂，你哋快啲影啲相 share 俾你哋自己嘅同伴，等佢哋知道仲有可能係會揾到生存嘅動物嘅。咁跟住都真係冇錯，就係佢哋接落嚟仲揾到一隻生嘅貓啦，同埋好多唔同嘅仍然生存嘅小動物啦。其實你哋都知道當時現場其實所有人都係好沉重嘅心情啦。但係每當我見到有消防員或者係警察，佢哋帶住生存嘅動物落嚟啦，其實係見到佢哋嗰種喜悅係好有感染力嘅，即係佢哋呢一個成功嘅呢啲成功嘅救援嘅例子啦，係可以提醒到大家唔好放棄，要繼續堅持落去，同埋真係可以俾大眾都睇到所有嘅小生命，其實佢哋嘅生命力係好強。